原本中共咧就係約咗咧係特朗普喺4月份咧就應該係特朗普會見呢個咧習近平噶兩國元首咧嘅會面。好啦，如果以國際局勢嚟講，咁咧對習近平咧相當之咧不利噶。當初咧大家見面就習近平可能覺得咧有優勢因為咧中國大陸就係似乎認為自己係掌握住咧係經濟嘅命脈例如呢一個咧係稀土佢認為稀土牌咧好有效不過啦，佢而家要考慮嘅就係到底太過強硬嘅牌打出嚟會唔會有極大咧嘅反效果噶？因為其實而家習近平最驚最唔想發生嘅事情就係自己係成為咗佢嘅好朋友哈梅內伊嘅翻版。最高領袖、獨裁者仲有身邊大班人想去死，各種呢個特徵全部咧係具備晒噶。